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天天开心的俗语呢，真好听，嘛真好，真有意思哦。我先讲好吧。好。一代大新妇，三代大子孙。一工欠一箍，三代变成大富翁。一代娶下某，三代较生嘛下你个。底下了底内卡尾。我讲这句生生安尼卡尾。正讲人讲你矮小。袂啦，我身材算普通啊，因为这意思真深长啦。伫我咧头讲哦。加在吼，阮这朋友可能今日无拍开电视。我老讲有一个朋友姓李哦，做英啊。人拢叫伊A啊英 A 啊英啊，因为身材才150几公分尔，但是做人真慷慨，北长真快。阮的 A 啊英哦，都带到因隔壁庄一个做 A 啊美做某。因某美啊吼嘛 A 啊尔，你生出来囝咧？哎呦，即摆生一个囝偌栽情啊，叫做阿欣呐。哦，这个根本真多，152啦。我拢叫伊 A 高欣啊啦。我甲你一个建议，你应该甲恁迄个朋友因查某囝或者是后生建议啊，讲后盖若要找对象哦，上介好找差不多170几公分以上吼，安尼哦，稍微品种才会改良啦。我品种改良就对啦。我知你讲的意思啦，有啊。咱共款哦，阿美也有一个小妹哦，嫁一个翁偌落来了哦，好，迄足落的哦，因迄翁哦，
姓廉啦，即摆生出来囝哦，哎哟，大家拢180几呢，人有改良过啊。对啦。对啊，有拜托啊，两阿某若看到即出哦，卖酸吼，卖酸。换恁解说。好，安尼我解说吼。我讲一代大新妇，3代大子孙，这个意思讲吼，你娶的新妇吼，这个新妇若真俭较真明理，真安尼好理德，伊生落来囝一定会真贤。安怎讲伊有好教育啊？哦，给家教也好啦，而且伊会真出团，所以讲有这个出团的囝，一定有一个好的新妇、好的老母啊。对，有理啦。我咧讲吼，一工欠一箍，3代就会变成大富吼，意思就是讲，你唔通讲咱即摆物资波动哦，迄个钱吼愈来愈薄，但是1箍银哦，1箍银你若逐工拢来欠1箍，你看3代落来是毋是会变成大富翁呢？哦，有理哦，对吧？就是讲积少成多的意思啦。对，所以咱做人应该着爱呀，爱勤俭。